大家好，我係奧巴，今日呢，就想同大家講一套比較特別嘅愛情片，像我這樣的愛情，由陳家樂、廖子妤主演嘅呢一套愛情片，又好唔好睇呢？以下落嚟有劇透成分嘅，如果大家未睇一套電影，可以睇完再返嚟睇我嘅影評，又或者如果你唔介意嘅話，咁我哋喺片頭畫面返嚟，咁我哋就可以開始啦。首先都同大家講下呢一套電影嘅故事大綱啦。由廖子妤飾演嘅阿妹係一位患有腦麻痹症嘅殘障人士嚟嘅。咁由於自己都有性需要啦，透過朋友嘅介紹揾咗個性義工幫手。咁第一次嘅服務呢，就係由陳家樂飾演嘅阿健為佢服務嘅。第一次雖然佢哋係冇搞嘢啊，但係可能阿妹好耐都冇接觸過男性啦，所以俾阿健深深咁樣吸引住。原本每一次嘅服務呢，都係應該由唔同嘅義工幫手嘅，但係阿妹堅持就要揾翻阿健。咁最後阿健同阿妹會唔會發展出真感情出嚟呢？咁就留翻俾觀眾自己睇啦。其實睇 trailer 嘅時候都已經知道大概呢一套電影係講啲乜噶啦。不過幸好呢，電影都冇嗰啲喺度賣慘嘅情節，反而我覺得拍得幾貼地嘅。咁我首先都講下呢套電影好嘅地方先啦。廖子妤嘅演出呢，就功不可沒啦。一開始我其實唔係好睇好嘅，一個大美人要去扮演一個講嘢都講唔清，面容又有啲扭曲嘅殘障人士。不過呢，應該阿宇佢拍電影之前都做足功課啊，加上佢喺套戲入邊嘅造型，放低咗佢嘅偶包，都算演得好神似嘅。除咗一啲肢體嘅語言啦，又或者講嘢唔清唔楚之外呢，有啲嘅反應同埋講嘢嘅語氣，佢都做得幾神似同埋幾合理嘅。咁唔知喺下屆金像獎阿宇會唔會有份攞獎呢？陳家樂我自己就幾 like 呢一個嘅演員嘅，由不日成婚開始啦，已經中意睇佢嘅演出啦。今套電影我覺得佢嘅演技呢都有進步嘅。佢飾演自己阿媽都患有病，要照顧阿媽嘅仔仔，自己又衰爛賭，所以都係過緊一啲草根嘅生活。輾轉間做咗性義工，佢表現到一開始唔會願意接受阿宇嘅感情，到後尾動情嘅轉變，其實呢都演得幾到位嘅。電影以殘障人士都有性需要性義工嘅協助，呢個題材其實都好新鮮，不過亦都好敏感啦。但係編劇同埋導演呢都處理得好好。雖然呢一套係一套3級片啦，但係既唔會為咗色情變得低俗，亦都可以令到觀眾體會到殘障人士呢都有佢哋嘅需要，帶出香港性義工未被正式接納嘅爭論性嘅議題。希望藉住呢一套電影可以令多啲人關心殘障人士嘅需要啦。跟住我就講下覺得呢套電影冇咁好嘅地方啦。電影雖然係3級片，題材亦都好敏感，但係成套電影嘅一啲呢都唔3級嘅，極其量係睇到陳家樂嘅屁股精彩嘅演出咁啦。當然大家唔好妄想會見到阿宇嘅真身啦。再者，電影當中嘅對白同埋場景呢，亦都係冇露骨嘅情節嘅。我覺得既然電影已經係3級嘅話，其實可以再大膽一啲。而家有少少到喉唔到肺嘅感覺。電影嘅中間有2個位呢，我就覺得麻麻地嘅。第一就係唔知點解講到阿宇同陳家樂可以有緣到成日都撞到咁。Suppose 呢就冇講過佢哋係住喺同一區啦。就算佢哋真係咁啱住喺同一區，要撞到都唔係容易嘅事啦。但係佢哋就可以3番4次咁樣撞到，連陳家樂飲醉酒夜媽媽都可以俾阿宇撞到，咁真係佢哋好有緣喎。另外中間有幾個 shot 呢係有少少玩咗插敘嘅。係講陳家樂同佢阿媽嗰段關係啦，講佢阿媽發生咩事，最後都係過咗身，但係嗰度就處理得我覺得有啲奇怪啦，無啦啦跳咗幾嘢咁樣，真係有少少睇到拗晒頭嘅。另外電影以殘障人士需要性義工嘅協助呢種貼地嘅主題，但係男女主角都係型男美女，咁就真係有少少離地啦。某程度上呢，就會令到啲人 FF 呢就有咁有型嘅性義工服務自己，哇咁咪好爽。調翻轉亦都令到啲男觀眾會 FF 自己都想做義工一份，因為原來有啲咁靚嘅殘疾人士有需要服務喎。但係事實邊有咁多靚仔靚女等你幫手啊？現實中可能係如霧連火拍8兩金嘅機會呢，我覺得就會似啲啦。廖子妤係透過佢另外一個殘障人士朋友，好似叫阿 Sam， 即係坐住輪椅有啲白食嗰個男人呢，一開波就講佢第一次接受性服務，講到射咗出嚟欲仙欲死嗰個呢。但係其實嗰個人唔知係咩殘障啦，但係見佢除咗坐輪椅之外，對答又正正常常，雙手又冇殘廢，其實我唔信佢冇自己打過飛機啦。
咁做乜講到好似射一次精就好似 Rambo 出咗第一滴血咁樣呢？同埋佢對白當中話嚟緊會去瑞士，我唔知導演係咪想佢想去瑞士嗰度尋找安樂死啦，喺死前呢都想再接受一次呢一種服務。不過最後反而電影係冇乜交代呢個殘障朋友嘅去向，只係無啦啦話佢變咗搞基啫。我覺得電影利用多少少呢一個殘障朋友嘅心路歷程嚟帶出阿魚接受呢種服務嘅需要，可能係會更加好嘅。陳家樂究竟點解要做性義工呢？又或者究竟係咪一個義工呢？其實電影係冇交代得好清楚嘅，有輕輕講過陳家樂屋企嘅背景，又或者佢現時嘅生活。乍眼睇佢係咪冇乜嘢撈，所以要做性義工去幫補生計？但係做義工應該冇收入㗎喎，俾盡你有少少車馬費啦。咁又同佢嘅生活又有啲咩關係呢？唔知係咪片長嘅關係，有部分描寫人物背景嘅情節呢，就好似缺乏咗咁。咁我都講下觀後感啦。一開始睇 trailer 嗰陣，我以為都係會以賣慘為主嘅，不過成套電影反而冇乜賣慘嘅位，亦都唔會太多戲劇性話陳家樂好快就中意咗阿魚，而最後嘅結局亦都好寫實，陳家樂最後都冇選擇接受阿魚嘅。其實為殘障人士服務嘅性義工，奧巴呢就唔係第一次聽㗎啦。話說喺好多年前啊，奧巴喺網上邊識一個女仔，都自稱係手天使。一開始我都唔明咩叫手天使嘅，佢就同我解釋，就係為啲男性嘅殘障人士用手幫佢哋解決性需要。一開始聽到呢，我都 O 咗嘴嘅，因為真係第一次聽。個女嘅就話有時甚至唔止用手服務添。當然最後我同呢個女仔就冇繼續傾落去啦。佢究竟係咪真係一個性義工呢？其實都唔知。不過電影都有交代，其實喺世界其他嘅地方，有啲呢都係真係有呢一方面嘅服務提供嘅。係香港呢一方面呢就比較保守，又或者叫做比較落後啦，普遍都難以接受呢一種服務。咁我都幫呢一套電影評一評分啦，我會俾8分嘅。整套電影都算合格，不過拍攝嘅手法呢就比較平實咗啲。成套電影比較突出嘅呢就係廖子妤嘅演出啦。為咗支持港產片，支持一個咁特別嘅題材，支持廖子妤、陳家樂嘅演出，都值得大家入場支持呢一套電影嘅。唔知大家有睇咗呢套電影未呢？如果睇咗都可以留言互相交流一下。中意我嘅片可以 like 我嘅片 ，subscribe 我 channel，share 俾朋友睇，撳埋鐘仔有新片就會彈俾大家睇噶啦。今日就去到呢度先，我哋下條片再見。